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5月19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台南昨下晡5点外，真侪所在是熊跳电，基比博物馆嘛停电10分外钟，真侪人是惊一条。台电就表示讲，这是因为台南零件的变电所设备跳起来，唔才会造成这场失电的意外。在发生了后，有随恢复正常，也若即届受到影响的挽回，也阁需要确认。规个黑暗暗，昨拜六台南奇美博物馆有真侪人要来看展，因高山无预警失电，停差不多10分钟，有民众惊一个。同款情形也发生在南方购物中心，社会民众同款也惊一个。第一次逛百货公司遇到这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吓一跳。那个本来是按下来，然后再打开，然后后来就没有再打开了。按下来，然后后来就没有再打开了。那突然间失电，台电讲18下昼5点外，台南南徛超高压变电所的设备跳断，送电的电压雄降0.1秒，造成部分的用户失电。因过随着切换和电力恢复，因过亲像购物中心加奇美博物馆这种高压电的用户，因为线路雄降之间电压变动，造成有短暂跳电的情形。那时候刚到，然后就停电了，然后那个手扶梯就没有办法启动，这样。那时候刚到也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好刚才只是民众惊到，无造成大意外。台电表示正失礼，会继续强化供电设备的顺序，尽量减少这种代志发生。因若这边停电影响的范围，也搁直咧确认。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来关心的是新北市泰山区昨传出杀人案，有一个19岁姓寇的宪兵，伊怀疑同款是宪兵的查某朋友去甲别人斗做伙，所以伫女朋友的厝内对伊起骹动手，落尾转甲人电死。许姓嫌犯因感情因素与女友发生争吵冲突，导致女友昏迷。经救护车紧急救护后，人于11时宣告不治。本分局已逮捕许姓嫌犯到案，寻后依杀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到案后，当然就是说，是一时心神不宁导致这个结果出现，他也很后悔这件事情。根据了解，这对男女朋友因是部队熟识的交往一冬外，也毋过最近这女方是想要扯，结果男方煞开始起交期，怀疑讲伊可能甲别人斗做伙，伫昨半暝1点外对伊起骹动手，落尾是摕枕头加箧，佮加电互死。死者的大姐发现这个小妹倒伫咧眠床，叫拢叫袂醒，所以赶紧敲电话来报案。姓寇的男性是因为家己情绪无解偌好，所以举刀刣家己。宪兵指挥部是讲，两个人是伫咧休困期间冤家发生代志，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另外，咱要来看的是陆军花莲的美仑营区，昨咧做红门头工程的时阵，传出营架绑架的意外。这消防队是随派10台车，也阁有19个人去救援。现场有2个人是轻伤，4个人这伤势有较严重，全部拢送病院治疗。美仑营区外原本开着的大门，随后关起来，会当看到关墙后壁有搭营架。去较悬的所在看落去，远远有一座长咧兴建的司令台。也毋过外围营架明显倒去，外个起错，顶部的木板也规个起去。早起9点33分，消防队接到报案，有工人受困，紧急派出10车19人去抢救。都出来了吗？都出来了。这位工人虽然意识清醒，也毋过脊椎骨头受伤，救护人员赶紧就医，更上探架紧急送医。很痛。那也叫那个。然后我们到达后，有9名工人遭压伤，有4名比较严重，有压伤及挫伤，然后另外2名是轻伤。根据消防队指出，营架悬度大约3层楼悬，早起是咧进行司令台顶部灌浆工程时突然倒去。虽然工地外口搭着注意安全第一的标语，也毋过有缘不幸发生公安意外。后续将依约要求专案管理公司及营造商按治安法接受相关单位调查，以厘清造案责任。另持续要求合约厂商落实各项风险管控作为。4个人伤势较严重，2个人轻伤，分送花莲部立主治联络点病院治疗。花莲县社会处也表示，接到通报，会协助业主通报北区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受伤劳工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
自由时报电力教育平台今年初公率型都灵的介绍竟然免钱到达已经超过3个月。虽然讲买电力的成本有降低，也毋过对投资者来讲，回收的年限煞变几啊倍，目前拢是咧做了钱的生意。联合报英丰化学工业公司因为互人发现实验的数据拢是假的，石油署勒令停业，结果一寡大病院手术也是讲西药剂要用的医疗用品，包括实验水，也有葡萄糖水、汤等等，全部拢欠货。卫福部是按算这礼拜要找药厂来开会，希望会当解决问题。中国时报罗清德5例控就要就职，演说内容到底要讲啥，大家拢真关注。这个国安人士是表示讲内容可能是会分4个元素，会延续当选总统迄天的气氛，未来会用稳健、自信、负责、促进团结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对台湾的手段，让国际社会更加关心台湾，关心维持现状的利益。明仔载就是5例控就职典礼，罗清德的演说是各界拢真关注。另外一寡表演也互人是真期待。昨下晡这纸风车剧团就来彩排4站楼悬的舞马是真声人目。另外今年也是第一摆来加入台语，也有客家语的翕合表演，也代表台湾多元文化。4站楼悬的河北出现在总统府头前广场，一出现大家就一直看，规身躯拢是蓝色的，灵感是来自客家的花布拿泥，七彩的马柳代表族群的融合。这是520总统府总统就职典礼上主要的表演之一。纸风车剧团带来客家亲子剧，经由串联3首客家的歌曲，展现台湾温柔坚定的力量。这个办得好像不错，很好。所以很期待说到时候礼拜1的时候一个正式的一个表演嘛。对，但如果正式的话，还是这样子场面的话，应该没大亏了，一定会大家一定会觉得不错。520就职典礼表演项目18是轮流彩排，其中焦点之一是族群强调嘻哈台湾，嘻哈歌手登上舞台用客语、台语来演唱歌曲，和现场的气氛是真热烈。这是嘻哈音乐头一摆登上就职的典礼，也体现出台湾音乐多元的风格。像我的话，本身是这个海陆的这个客家人，那我觉得用我的自己的语言来创作，希望大家每个不管是客家人、原住民还是台语都好，就是能够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然后好好的去就是爱护它。跟往年的感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然后今天看到今天的音乐，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对，加入一个台语的一个 rap， 我觉得很棒。八地下金曲奖最佳新人得主的伊利高路唔拿演唱，并且甲创剧场合作，结合现代舞蹈，民众看到地拢真学乐。119要3军的乐仪队、戏曲学院、特技团要继续彩排，为520迄天表演顺利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那边也立委要拼伫个520总统就职进程通过5条国会改革的法案，结果这条约立委是战到翻点，有立委着上送病院。针对总统工程报告这案呢，是因为那边也人数有较济，所以落尾是举手表决力托通过，要求总统得爱随问随应。另外，伫个立法院4个位也有真侪民众出来抗议，要求这个法案得爱经过正当的心理程序。立法院17对国会改革5法，国民党甲民众党要拼520进程3读通过，条约立委爆发激烈的冲突。最位立委受伤，民进党新片杨削落头壳讲到头壳，副执委郭国文对艺术道顶面直接削落，国民党吴宗宪也向送上救护车送医治疗。另外，立法院中外要学生组织抗议国民党甲民众党互相作业，民进党立委出面发布证词。不过，立法院长韩国瑜伫暗时继续主持议会，国民党甲民众党有人数优势，用举手表决，力托通过国情报告案。总统府立法院国情报告常态化，面对立委一问一答。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我们坚持奋战到底，在种种的威胁恐吓声中，我们依然撑下来。今天终于迈开国会改革的第一步。郭坤基强调，面对执政党压力，国民党甲民众党团坚持奋战到底，行出国会改革头一步。民进党18开记者会反击，指控郭坤基、吴国昌联手卖台，不满韩国瑜议事无中立，表决无公平。另外，备受争议的表示国会税也未通过，外界烦恼牵涉一般的民众。也来民众党吴国昌是澄清，已经函诉到政府的官员。
就只剩下口水而已啊！这个国会已经死掉了。韩国瑜，你要像个男人，不要躲在女人后面，你要出来面对。你现在在卖台，说什么香港话、中共人大话，那应该是柯建铭讲的吧？那允许官员到国会讲话说谎，不用负责任，对不起啊，那才叫中共人大话。其他像是立法院新增加调查权、甲听证会，联署同意权，表示国会做等，要221继续开会来审查，一定搁再发生激烈的议事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加沙的冲突是愈来愈严重。美国伫海岸附近有搭一个临时的码头，最近总算是顺利甲物资送入去。另外，伫以色列最近是伫国际法院辩论的时阵，互民众甲呛声讲因咧讲白贼。在真侪物件卡车也伫行，民众就着急冲进去，想要赶紧来领取这个保命物资。加沙地区互以色列军队围困个月，真侪人拢强要枵死啊！即阵由美国所起的临时的码头，将有伫加沙附近的海岸就位啊，有期这几天有500多吨来自欧美甲阿拉伯国家的物资，对海上建立这个围困的所在。Through the Humanitarian Maritime Corridor, USAID plans to provide initial contributions of more than 170 metric tons of nutrient-rich food bars to support 11,000 of the most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adults. Ready-to-use therapeutic foods to treat more than 7,200 cases of severe wasting in children. 南非是第3摆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控告以色列种族灭绝，早早就提出证据指出，以军的行动对一开始就拍算消灭巴勒斯坦人。伊方的律师是伫17个辩护中强烈否认这指控，搁再要求法官驳回撤军的要求。不过伫辩护过程中，向向互一个人大喊骗子。Israel today tried to draw a parallel reality which does not exist, and I think it is exposed in the sense that every international and relevant body have spoken against such claims. 伫这时阵，以军并无停下行动，17向约旦河西岸铁岭的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一个武装分子死亡，也有8人受伤。另外，以色列军方是讲，部队找到3具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的遗体，死亡人质已经有37人。去年10月，哈马斯掠走250多名以色列人，这以外有125人也无倒转来。公视新闻杨间编译。在地消息，咱要来看中华公路120公里的所在，有人发现一台小气搁并落山骹的轿车。警方人员伫遐发现一个查甫人的遗体，初步判断这个人可能就是过外过进前伫台中互家属通报失联一个姓张的男性，即马是当咧调查。一名警消来到山区救援，17接到公务单的报案，伫中华路边的山崖下发现一台轿车。现在去现场查看。警方落去边坡看卖，这台白色车已经烧歹去啊！伫车的下边找到一具遗体。警方研判死者敢若是一个姓张的查甫人，伫1个月前伫台中互出来的人通报失踪。好，慢一点啦，慢一点。遗体哪吊挂哪通知家属，确认死者的身份，正是台北线120.8公里的所在。车落落去山崖边坡下面200公尺。虽然事发外因等待调查，也毋过死者家后3月27就报案。警方夜晡发现，这台车最后捌伫3月25经过合关派出所，那会过将近2个月，就才互施工人员来发现的。本所获报后加强搜寻，由于事故地点为易落时期，且常起物不易发现，近日碰巧与施工人员施工发现。警方讲，辖区拢有加强来搜查，只是事故地点较定定落石起雾，若是要找到无遐简单。这种遗体找到啊，最上要紧的就是要来调查对家的人死亡真正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是高中会考，考生是有超过19万个。今仔日考的是自然甲英文，也若昨是考社会、数学、国文，也阁有写作。同学是表示讲，这社会、数学也阁有国文困难度是差不多。也若写作的部分，学生是爱针对网络的文案，也阁有标题设计来思考背后的现象。老师表示讲，应该是真好发挥。
回顾头一天，地震时8点半，实实在在考到下晡4点40。上线登场的社会科，这位受访的科生讲，比模拟课较简单。这次出的蛮简单的。那怎么说简单？就刚好都有看到。比较记忆型的题目，对历史的比较多。教育部社会领域辅导团指出，今年社会科54题有多9条例甲回溯票才生活化，结合新闻时事的题目。代表型的试题占的比率超过50%，继续重视看考的整合加资料解读以及代表专业能力。虽然部分的一些试题呢题干稍微有一点长哈，但是文字量呢还是跟过去相当哈，所以学生在时间之内仍然是可以从容的来回答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数学科出自生活情境的题目也未少，便利答、文模解析度入题。数学领域辅导团讲，是单一数学知识的概念，需要计算的量较低，验过20题了后，需要清楚来深入理解数学的概念。以困难甲简单拄好为原则，国文科试题编排也是由浅到深。有考生感觉理音理形无困难，最后一题文言文较无好理解。文言文题数有点看不太懂，但是因为是自己的问题，没错。写作测验爱学生对网络国实文案甲文章标题、思考标题设计不要所反映的现象，老师认为袂歹发挥。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是因为经济甲工业发展，这海洋塑胶垃圾是愈来愈多。嘉义县新港的文教基金会邀请生态环境艺术家来展出用塑胶垃圾所做的艺术品，希望会让引导大家做伙来思考海洋污染的问题。那个我是仿玉溪龟成年的海龟的骨架去做的。艺术家向国小学生囡仔紹介伊的作品，在每一項作品頂面攏有使用海洋也是海邊的垃圾。藝術家希望觀眾透過伊的作品來了解甲反省台灣目前的海洋環境。海裡呢，即係海豚也好、鯨魚也好、海龜也好吼，會有死亡吼，這是咱人類吼造成的。所以這死亡的生物吼，我就啦叫做新天使。這新天使吼集結佇咱的新港這25號倉庫內底吼，就構成吼一間海神廟。除了海洋垃圾倒起來動物以外，藝術家佮主辦單位新港文教基金會用經濟站新港宗教活動扣動的垃圾來設計辦道的道菜，要透過這個作品，讓民眾感受生活中塑膠垃圾對環境的破壞。原來這個垃圾一寡隻廢棄物呢，透過這個藝術家呢，當變成一個足好的這個。對這環保的教育的這足好的題材。這生活上所用到的物件，希望大家盡量來節省，讓伊這個會當污染的這個部分會當減少。這個展覽會在新港文化館25號倉庫展出到7月初。新港文教基金會表示，台灣的4塊位啊攏是海，希望讓民眾唔若知影海洋環境的重要，嘛來重視塑膠垃圾對環境的影響。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今仔日天氣如何？天氣報你知，帶大家做伙來了解。北部地區22度到30度，中部地區21度到32度，南部地區是22度到32度。東部地區22度到29度，外島地區是20度到28度。還有未來3天的氣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记新闻，感謝你的收看，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相會。